今仔日开始，65岁以上的时代带长照机构的人，免疫功能有问题的民众，会使注 Moderna 新配方的疫苗。后礼拜六开始，也会使注公费的流感疫苗，而且流行感冒加武汉肺炎的疫苗，会使共一届注好势，只要注伫无共基手就好。今天是4世代的莫德纳哦，次世代莫德纳疫苗日时开放65岁以上时代长照机构居民甲免疫功能出问题的民众来注。目前台北市的医药系统已经有俾2万人预约。因为这个比较新嘛，效果可能会比较好。根据科学试验，次世代疫苗比原本的疫苗对抗奥密克戎 BA.4、BA.5加出1.68倍的保护力。台北市卫生局呼吁民众若符合资格，就紧上网预约，嘛特别建议免疫不全的人到病院注。有免疫不全的这个部分，我们建议他要到医院去做一个施打。理由是因为免疫不全的18岁以上免疫不全的，他有一些注记哈，那这还要符合这样子的一个对象。除了 COVID-19 疫苗，今年的公费流感疫苗嘛会伫10月初1开始注。联合病院中心医区副院长吴大英表示 ，COVID-19 疫苗加流感疫苗是会使同时注的。根据最新的这个资料显示，是不需要间隔，可以同一天施打。可以同一趟施打，只是说要施打在不同的肢体上了啊，比如说左边流感啊，右边口 V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。最近天气开始反寒，入秋了后就是流感的高峰期。台北市卫生局呼吁民众爱记得注疫苗，提升保护力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